大家好，我係外賣仔。香港物業市場而家最值得留意嘅，可能已經唔係單純升定跌，而係佢開始變成兩個世界。一邊廂住宅有翻啲起色，另一邊廂商廈到而家都仲未止血。好多人一見住宅有成交有氣氛，就以為成個樓市開始全面好翻。但係睇到最後，我俾兩個數字，你一個向上，一個向下，你就會明點解我會話香港樓市唔係復活，而係分裂。因為而家最關鍵嘅變化唔係樓價升幾多跌幾多，而係住宅同商廈背後根本已經唔再用同一套邏輯。住宅嗰邊仲有自住客、換樓客、收租客，仲有一班覺得只要供得起、租得出、磚頭始終有基本價值嘅人。只要市場氣氛好少少，或者發展商肯貼市，成交就比較容易做出嚟。路透引述香港差餉物業估價署數據指出，私人住宅樓價喺2026年2月按月升1.6%，已經係連續第9個月上升。而土地註冊處3月住宅買賣合約亦有6316宗，按年升17.7%。即係住宅呢邊唔係得個講字，係真係有人落場。但係商廈嗰邊就完全係另一個故事。商廈買家睇嘅從來唔係自己用唔用，而係租唔租得出，空置幾耐，回本要幾多年，未來仲有冇人接貨。而家企業租寫字樓更加審慎，需求又越來越集中喺核心區，最好係新起嘅，同埋要方便，其餘地區就繼續受壓。仲量聯行最新數據顯示，2026年2月底，整體甲級寫字樓空置率係13.4%，中區跌到9.9%，但九龍東仍然高達19.5%。即係有啲位有翻少少氣息，但唔代表成個商廈市場一齊復活。再講白啲，而家商廈市場唔係差少少，而係成個定價邏輯都變緊。路透本月報道提到，香港整體寫字樓估值同租金較2019年高位已經跌咗超過50%。即使中區近期有改善，今年頭2個月租金升咗3.5%，呢個反彈暫時都仲係集中喺核心區。換句話講，唔係成個市場一齊回暖，而係最靚最核心嗰批資產先有人重新留意。所以而家香港樓市最值得警惕嘅地方唔係全面升，亦都唔係全面跌，而係你已經冇辦法再用一個樓市去概括全部。住宅有住宅自己嘅節奏，商廈有商廈自己嘅難關。而當兩邊開始朝住唔同方向走，市場資金、買家信心、媒體焦點，甚至連發展商部署都會越來越向某一邊傾斜。簡單講就係熱嘅會越熱，凍嘅會越凍。咁講到呢度就開估嗰兩個數字，第一個向上嘅係1.6，即係香港私人住宅樓價喺2026年2月按月升1.6%，而且已經連升9個月。呢個數字代表住宅市場唔只有氣氛，仲有實際承接。第二個向下嘅係50，即係香港整體寫字樓市場嘅估值同租金較2019年高位跌咗超過50%。呢個數字代表商廈唔係仲未翻到以前咁旺咁簡單，而係成個市場對於依類資產嘅信心定價預期都已經同幾年前唔同晒。一個向上，一個向下，你就會明點解我今日想講香港樓市而家唔係復活，而係分裂。住宅嗰邊仲有人追，仲有人接，仲有人相信佢守得住。商廈嗰邊市場見到嘅係空置，係壓力，係計數，係即使核心區有少少起色，都唔代表其他地區可以跟得上。所以如果你問我香港物業市場係咪真係已經一分為二，我會話未必去到完全裂開，但個裂口市場已經見到，而且好可能會越拉越闊。而最危險嘅可能從來都唔係最冷嗰邊，而係住宅一有少少反應就令人誤以為成個物業市場都已經復活。香港物業市場而家唔係全面復活，香港物業市場而家係明顯分裂。你又點睇？你覺得香港物業市場而家係短暫分化，定係真係開始裂開成兩個世界？留言區講下你嘅睇法。如果你想睇我哋嘅專題報導，片尾呢2段影片可以繼續揀嚟睇。樓市快訊同深度專題，我哋會繼續為大家報導。我係外賣仔，記得訂閱呢條頻道，讚好同轉發呢段影片。我哋下次再見。